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講你個漏水狀況係漏水狀況咧，聽講就係呢度嘅樓下就漏水嘅。廚房樓下嘅位置，佢就應該係廚房呢度當係佢個廚房個門出去啦。佢應該係廚房出面或者等等。但係咧，因為我都冇入過去睇，唔緊要。所以其實我都唔知嘅，我都係睇相嘅啫。係咁嗱，咁呢度嘅積同樓下有廚房係一樣嘅，有少少唔同。最主要咧就係呢度，如果係樓下的話咧，呢度行出去就係一個飯廳。咁呢度係冇飯廳，呢度個廳唔緊要。嗱，應該先講咗你而家你呢個對出係位置，你呢邊對出位置係啦，係啊，因為下低大家都唔知道。係啦，要好快着呢個。好，等等啊，好，你攞鎖匙啊，唔好嘅仔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